我勒索！对人家去等着人家毕业么？给那个碰触人就为地上的了。刚好养的人心目爬山的，生就了这什么大事，见出个强的牛啊！啊，对起了碰触就比摩登到烂的，我去娘的高位冷人生，这比嘎拉路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各位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阿才，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安安。两条都可以通过来配备，路马可以当样。然杨作业白了界别，若样者能慢。金中美错世界这边，最力者压根期末。万里丝路，激荡共荣梦想，一会一节，盛邀八方兵团。藏乡合作，闪耀文化长廊，九色甘南，连通华夏大地。昨天去一边有些个两个特别，刚刚有给兄弟跑完的，俺是云军谈着啊，一起给老人超级鸡汤调整起来，我是说，这里我做街头看好也推荐了碰着了好久些久，对照下边就在这改变两个人，连他动的是的，有时间还有呢。我的这世界里大了，我能接上了，卫生巾从来这不很热气了。这里是甘南州喜一会一节单根采样作品全球演唱会的现场。本次演唱会由甘南州文化馆、甘南州体育中心主办，由下河县拉布楞经济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是金翅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合作是银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野部县藏乡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青海贵德三宝总集有限公司、藏人文化网协办。中国的安多，世界的牦牛。本次演唱会由甘肃安多投资集团独家冠名，让我们对他们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第二里推给咸阳中国国，登军之年你点给咸阳争取起座，感谢各位工作青年创立。人呢，我不是个罗大爷爹妈的鸟语，哪里个养地编做的？人呢，我是个日子的南康的业比，我的认为那些车说出来了。九色甘南，点燃梦想，一会一节，注重激情。推给咸阳中国国登军之年你点给。咸阳争取起座，感谢各位工作青年节目，好的，我也是播出可以。现在，请允许我们宣布甘南州旗一会一节诞正采样音乐作品群星演唱会，现在开始。现场的所有的各位歌迷好朋友，请挥动您的荧光棒，有请华语乐坛重量级的情歌王子扎西华旦带来的歌曲《吉祥雪意》，有请扎西华旦，有请。扎西华旦，华语音乐流行榜年度最佳新人奖得主，代表作《求神》《爱的思念》。
糖的破盖青撒也过来的，你怕啥怕赢了，擦个我米样子，搞得拉维过于真不中。你怕啥怕赢了，没有看见拉赢，没的我那眼比了的哟。生活中没的东南沿岸没变成理由，没的心那想求哪里有哪里有，从里能拿路啊路只有路只有，卡瓦见了别几本身左边我路边了，接不起当接不你当，卡瓦见了别见了，本身左边我南边。罗拉西洋口为扎起来口，容拉罗了用为扎起来口，刚进了生木用拉扎的拉提，刚进了生木用拉扎的拉提。热门则，百变歌姬，中国内地女歌手，中国流行音乐金钟奖，代表作《远行》，亲爱的，一起去日喀则，扎西的卓玛。
个农村节目你看个我那时候当政才让我的人是个我都这出息个人了娘们来去家当人家那个啥时候有个这个人是个那时候的清查就有比咱们省当还是个我们大陆我们反正还是当还有人家那正我们说了我们老人看这个如果忙不起来还是70多就有个你们在大东通过罗阳山区的本身所有的个人说你都决定了我这罗阳上都在做全部办的好了我这7上位罗阳中大部分3年都没有干嘛子结果你都决定了人这个甘肃相亲的这样中大部基本的男朋友说了点你好了人这个那些在中间整体的大东那些就是个所有的男看的我都干干系列了是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夜酒色甘南，美丽合作，可以说是群星璀璨，歌声嘹亮。那么我们这个舞台的主角，担任才让呢，也是甘南这片美丽的热土上成长起来的优秀的艺术家。可以说，他不仅是一名群众深受欢迎的歌唱家，也是一位高效的作曲家。那么这几年，他平均每个月创作一部作品。那么在10年当中，他创作出了170多首作品。可以说这些作品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像我们大家熟悉的一家3口、拉布楞姑娘以及这个故乡甘家等等作品，都深受群众的欢迎。那么担任才让在2017年获得的这个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以及甘肃省10佳作曲家等等这样的称号呢，更是对他过去10年艺术成就的一种赞许和认可。你们说是不是呢？是不是？其实我们俩在这里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把今天的这个主角请上舞台，你们同意吗？참관이 가진스가 이런 거 남아 자치적 공수기 만나서 남중세랑 가스가 단지시 조실 남아서 가스 없어 가스죠 어머나지 관세 가시네 네 남중세랑 다 도롱 그 이모 내다잖아 술라스나 물로 승지다이런 거 공무 차바로 가지리라 아래 다원은 노인 간스나 니 주민소의 자통이라든가 다 먹일 거 식당 향은 다동 시라소가 그 런거 삼수지 공수가 내다서가 다 망보 예비는 거 용용되는 거 지리라 대인스가 도망이 지난더니 임주시와요 차가도 간로 형들 신문 사실 내다오시니 다 물로 승지가리 노출은 내다시라 홍파이 뭐 개체지향 산수자 공수가 내리 나라 자지심서다 같이 예그즈나 주더라 나마스잖아 에 나라 같이 냥거 양치토라 땡기셔 관세 나마서 비비시 아래 대나다 공동세랑 도르군가 공무 차다로 안다란 소나 체름 바트가 저지 미강들랑게 단절수고 조리자라 진도비 다사지지요 세빈세 로션 나봐 길기 나봐 수시 30이 같은 체등이 로용 30 공수라 비비 저시가 너무 안 해서 저서 경경수야 관세 다 들은다지는 이런 게 생각나는 가시나 소 과제시 저대 옛날에 저기 제스가 겁난 거 아니 이 세주로 가셨으면 가서 얘기해 주시고요. 다음에 얘기 받는데 제 말을 해줘요. 야야 네네 거의 쇼소라 과정제제나 너희 조반나서 나도 이토라 마지나 소마타 바지리세 다 이토라 줘야 돼 쇼소는 나 레리즈는 조제요 sam이 양치 가서 다시 놀아 지금 나 담중 세령설이 뭐는 가봐시 지금 매일 조심스럽게 나체서 나라 희리 등 노치 정든 등 명품 세리
陈方马尼等普南米了，关键其实。切切跟说没合理，搞这个逻辑人呢，俺俩这比一个人听人有了，切切个逻辑里面头个呢，俺俩成为还没跟当自由，切切个印度给罗说等，关注人里，俺俩跟出去中间是吧？太没比别人个当成财政社会，别人等货币社会，我那是个农民做生意，关键是陈方马尼跟谁这么说？关键是不是以外呢？体育员拿出课本，教练员做生意，人把叔叔人过去难把了关键其实，在这个腾讯等小区哦，多那么这个使用上去告诉我的，这了年末等几句话是做的把生意，在这个呢，你公司的能说个单品到我眼里，因为你切的开始什么等，看了这个你也估计，看历史技术个人把叔叔，还有连空的跟过去难不是？提起70万元，别人到了俺们都出来是个大厅啊了，俺们自己家去是管理有理是管理谁？管理是都是什么人呢？平地公司等配比，100这检查系分数等3年嘛，刚性等全部项目是计算的，100万有那个人口1笔等的管理70万元，前这个小区是。多路这个日子更忙了，我那边比财叔啥了些，所以钱那么关系说人，关系。他们说呢，说那个让你那搞的是多把的，我们这星期参加叔叔日子就是这不是村里写的所以，那我这里那搞的其实，前几年那村里那个人是两用战斗嘛是在说，这个嘛是，年龄等是比搞别的这个当地这里那搞的是。当时在这个村用西村，你让你的人跟闺女这里单这个的，很有我嘛的都是这种关键些。我俺的南京俺了，六单人跟这某头了关键些，现在跟俺了，俺们这哪家等，这有这种关键些。呀，但是这张来推荐去，我们感谢直播上忙不多呀，推荐呢。非常感谢担任财长刚才的这段感言，可以说是发自肺腑、饱含深情，表达了对一切的感激之情、感恩之心。他也特别对甘南州人民政府赵黎明州长以及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心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其实我觉得担任财长是甘南这片热土的骄傲，也是甘肃的骄傲。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感谢你为我们的民族艺术做出了贡献，谢谢你。推荐去，你养生去了，推荐70万人。大车机那些节省来讲的，平等等安等，养那养都给往的，前人有这人等啥是啦，真正等啥是可把人这的了。等于那个前期忙的落地那啦，那些节省来讲的，安等等，养那你说的，前期的说出来了，刚才真的是啥子哟？关系，大家没听得说了，这是对了。我说呢，人个地理上算是个，人个我个那些就是个里面的他们在里落到梦想那样，尤其是人从平时是比喝了没钱，每个人个那些就是那个说等西空了，以前做等数他们个前期40种的，3期是得不起了，没去给人家30等，如果30个常人说，30个比家人等，数字进了肯定。杨大农村青年与这个你记得，一路人是那看书给杨大，30万半个人，关键是，今天，多人这个3期前是个的节目啊，这等，我们多人看生这年轻的困难勇气，南京的这个那些就是这第三啦，这个等，加速路，关键是，关键是，关键是。谢谢。最近的这个周南的推荐谢谢姐姐。是的，其实我觉得今天对于担任财长来说，真的是一个具有非常特殊意义的一个日子。今天既是对过去10年艺术生涯的一次回顾，也是对未来创作道路的一次展望。我想，
走过10年，你的初心依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真诚的祝福，并且期待你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祝福你。谢谢。那么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丹灯才让的亲朋好友们呢，也特意准备了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甘肃安多投资集团副总经理、安东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工程师刘刚，以及其他的亲朋好友上台为他送上礼物，以示祝贺。有请。참다니 지가 콜라나냐 자주당라 대주당이 뭐 남치 차시니 만나가 가통 니당라용게 콜라 렉신버지를 好，谢谢刘总，欢迎您。您带了什么礼物呀？感谢安多集团。好，感谢刘总。感谢。谢谢，请入座，感谢。그지치 대리산 다도 역시 잡아라 지지였다만 남바수 가르타 마지기당 멘트다 역시 잡아라 제리 뭐가 니탈라 대제를 사미의 가슴으로 감사해. 와, 감사해. 감사해. 옆에서 감사해. 네네 남바수 뭐당니 간시와라 자주당 그들시바 다동 역시 버와는 신내도마로이 시와시기라 대신도 대릉의 가스를 니당라 역시 내다오 등한당 영나 자주 내다오는 하나 당근세릉의 레시 제습지 남자들이 본능의 쇼비 자치 저러당 능지 사이 경쟁이면 예쪽 선화라 감사해. 감사해. 这里来就讲，当你才让这在这下下来，杨木大大评语，抓心碰的这人。네네 나가서 너희 가슴은 있는 남시 너희지 말이야 너희가 공과 유튜브 사고 출판하는 역시리라 당대 연습을 실제 공수의 연주 소위 다시 모든 세지 교가 나가서 샘든다 지금 말이야 공과 제습지 않다 하나의 용이 다시 모든 세 非常感谢亲朋好友们送来这么多、这么好、这么特别的礼物，谢谢你们！我们也祝福你越做越好。你看，丹灯才让今天有这么多的观众来到了现场，而且这么热情。同时，我知道来自藏区各地的优秀歌手们都不远千里赶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演绎你的作品。我想。 你作为今天这个主角，应该也给大家准备了什么礼物作为回馈吧？네, 당연하시다대로 오늘도 우리 감사합니다 싶지만 너무 많아서 나라 접수니까리 수시 상승이 되는 것 같아. 이거 드린다니 리시 문구 장치시오. 그러나 이 런거 리시데 다루고 사실다니 나시 조용 연신 그거 가을 남는 거 가르쳐 같은 제일 엉뚱한 도끼당 수준 연신 그거 어지 장들 그 소리 엉뚱한 도끼는 어제 생각했음 듣기래요 가르쳐 같은 재미있는 세계咱们隆重邀请咱们中国藏歌会的乐队冠军德科叶闪亮登场好吗？谢谢各位，有请德格叶。 华语歌坛著名藏族歌手，2011年四川卫视中国藏歌会冠军乐队主唱，中国援藏基金会爱心大使，代表作《新的一年》《红尘》，
个人首张专辑《等待》。高天琪，谢谢。红珊瑚组合，双胞胎女子组合，代表作《花丛中》《人间净土》《故乡》等作品深受观众喜爱。咱
五嘎洲，华语乐坛新人、网络红人，代表作《蓝色天空》《红恋》。班错，藏族青年女歌手，代表作《我和奶奶的故事》。
海量音乐作品群星演唱会的现场。在每一首金曲的背后，我们听到的不是作词作曲的技术，而是蛋正才老师内心世界对于音乐理解的艺术。在他的身边有一群一直陪伴着他、鼓励着他走到今天的知己挚友。今天的现场气温虽有点低，但是我们的呼声热情啊特别的高。是的，在这份热情当中，似乎听到了甘南儿女的热情好客，也在您的尖叫声中，我们再次听到了甘南儿女对即将来临的一会一节的这一份隆重的热情啊，特别好。再次感谢甘肃安东投资集团作为甘南州工业经济重要的支柱企业，历经40多年的发展，坚持以畜牧产业、清洁能源、新型建材为主线，以畜产品开发为重点，以金融、科技、电力、建材、旅游、文化产业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立足于青藏高原这一片净土，依托当地资源优势，走出了具有安多特色的发展之路，努力打造中国青藏高原生态有机清真肉品加工供应基地。是的，生长在青藏高原安多牧场的牦牛藏羊肉品含丰富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个别微量元素呢含量是人工饲养牛羊的几百倍，甚至是几千倍。是的，抗癌基因、抗辐射基因、抗衰老基因是人体健康的根本，是功能性产品的力量源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带点福利，您觉得？是的，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好朋友都是来自我们全国各地。所谓有朋自远方来，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带点什么东西回去，你们说好不好？好不好？得到这个奖品其实很简单，今天我们的总冠名商我们的安多投集团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大礼包。怎么得到这个礼包呢？我看到你们手中都有荧光棒，你们都有微笑，都有呐喊，都有掌声。谁的微笑最美，谁的呐喊掌声最热烈？是的。我们的摄影摄像老师现在来捕捉我们现场所有观众朋友的脸庞，好吗？让我们的摄影老师走起来。是的，在下面时间，我们将通过现场的大屏幕的互动，产生今天的前3位现场的信用观众。此时此刻，该是你们呐喊的时刻，让我们进行倒计时，5、4、3、2、1。好，此刻我们看到摄影老师停住了脚步，来，我们进行画面放大。来，此时此刻，我们的大屏幕停动一下。来，我们的摄影老师开始要停了哈，现在来停住脚步，放大我们的像素，让我们看到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来，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1位的信用观众是哪一位？好，我们看到画面正在停止，幸运观众在哪里？在哪里？站起来向我们挥手好吗？好，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看到了我们这位幸运观众，我们的工作人员将我们的大礼包来为这位幸运朋友呈上。恭喜第1位获得我们大礼包的幸运观众啊！好的，让我们的大屏继续来摇动起来。摄影老师，我们听口令啊，5、4、3、2、1之后您就定格了哈。让我们继续倒数，5、4、3、2、1。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2位的信用的观众是哪位朋友？摄影老师，是你吗？好，我们画面还在摇动。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将礼品直接给到我们现场幸运的朋友，好吗？来，还
方啊。好，捕捉到画面，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走向我们的观众，好吗？谢谢。来，最后一位了，最后一位，最后一位是谁呀？好，我们的画面继续走动起来。来，倒数5声，5、4、3、2、1。好，让我们的画面再次锁定。来，恭喜我们第3位现场的幸运观众。这位戴眼镜的帅哥，请您挥手向我们致意好吗？好，谢谢。当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将我们的大礼包为我们这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呈上。再次恭喜我们的第1轮的3位获奖的朋友啊！我觉得没有获奖的朋友没有关系，为什么？今天啊，我们的安多集团为大家准备的可谓是大礼重重，会在接下来的我们的演唱当中，是的继续为你们呈上，想要吗？想不想要？好的，下一个幸运的朋友就是你，让我们共同期待。来，下面请所有的各位好朋友继续挥动您的荧光棒，有请歌手南座带来歌曲《夜的思念》。有请。南错，藏族当红美女歌手，被网友誉为柔美女神，曾前往欧洲、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瑞士等国家演出，首张个人专辑《无边的花朵》。
常感谢南错优美动听的歌声。没想到啊，我们戛纳的观众是如此的热情，你看也感动我们的老弟现在也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谢谢戛纳的观众们，谢谢你们。那么在这最美的音乐盛典之夜呢，我们特地邀请了一位在全国家喻户晓的青年歌手。那么他呢，也是荣获中国新歌声年度总冠军的一位歌手。大家说一说，他是谁呢？谁啊？对，说的没错，他就是来自我们西藏的扎西平措。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扎西平措闪亮登场，有请。扎西平措，2017年中国新歌声全国总冠军，2019年邀请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代表作《阿妈的手》。听没听英语呗？听得可以，可以。现在刚刚内地特兰要拍下你这里下吗？当然如你极度的怕死的。Yes。那么在这今天特殊而又吉祥的日子里，你为我们的音乐人丹真次人送上一句您的祝福好吗？我在这里祝丹真才让老师的作品呢越来越好，然后可以倡导世界，走出中国，可以让更多人听到丹真才让老师的作品。是的，谢谢，非常感谢你真挚的祝福。那么今天你为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是丹真才让老师的一首歌曲叫《祝福》。哇，这个名字也特别棒。好，那么让我们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扎西平措为大家送上一首祝福。秋末浪漫年纪同了，羊肉龙走继续节目，阿吉扬走那我所能，一路来你接啊秋索，秋金呀路咱不嘞，秋金你心给他巴嘞，秋金你马修西马嘞呀。来你就那里无所，里我今你就莫浪马里，来我今你年纪同来里，来我今你马西不来里呀，就莫浪马呀路咱不只去给梦，我从爱什么一说呀拉松啊西。강조리 비신사리 야리로 얄라서 야 히비 가다킬라픈 야리로야 얄라 젤라 조부성도 얄루 정보 생각하고 얄라 젤라 조부성도 생각하고 마셔세마 얄라 젤라 러버성도 좀 올라오면 예지 얄라 젤라 러버성도 예지 달라 마셔봄라 옐로 라니치야 조소秋金呀路藏不嘞，秋金你心给卡巴嘞，秋金你马修西马嘞呀。卡瑞拉你就拉里无所，里我金你就莫浪马嘞。रे वो जिंगनी नींची थोंलारी रे वो जिंगनी माशी बुंगारी या चुम्बो लम्मा यलो zambo चिशु किमो वो चुंगाई संबाई सो याला सो आशिए नी पायो कंजोरी बिशिंग सारी यारी लो याला सो या हिपी
lapan yari toya tawa lani wola tomo so tomo ching yang do yong sori tomo ching ni chi shu ya mori tomo ching ni chang ge nam sori me to lani chi ga ta ma so ta ma ching ya shi yang song de Dama chini mo sonare, Dama chini ono narare, Dama chini ono narare, Dama chini ono narare.道吉彩蛋，歌手、影视演员，代表作《松赞干布》，电影《迷路》荣获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制作项目奖。洛桑甲错卓玛吉，来自青海海南州
乐坛潜力夫妻组合，代表作《青海湖》《缘》《心中的阿热》。丹增旺姆，
2018中央 CCTV 中国国际少儿车模大赛全国总决赛荣获亚军。2019年3月，再被评为第7届中国好猫部甘肃赛区形象推广大使。2019年，第7季中国好猫部全国总决赛中荣获主题装冠军。领珠母组合、高原姐妹组合代表作《情定金银滩》，请不要骗我，深受观众喜爱。整个的星空秀，日得更吸引吧，它就刚。